欢喜成人节啦，小事情来做你的有情人啊无？上帝予你伫即个世间，你着常常温柔正经来照顾疼惜即个有情人，敬听伊，独独甲伊徛起，建设基督化的家庭，佮尊重伊的家族，做你本身的家族，尽力孝敬，尽力做丈夫的本分到一世人。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要安尼行还无？议员来请萧淑婷来大声应答。萧淑婷，你有确信这个婚姻是对上帝所配合，要承认郭立成做你的丈夫啊无？上帝予你伫这个世间，你着常常温柔正经来照顾疼惜、敬听伊、帮赞伊，独独甲伊徛起，建设基督化的家庭。佮尊重伊的家族，做你本身的家族，尽力孝敬，一日做有情人的本分到一世人。你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，要不要来行还无？这是来交换手指。正式婚姻。然后小姐的无意识挂手机，男生的左手无名指。这是来所有的会众，请你，当你两人伫上帝甲正人面前，结这要紧的约，你着常常照着三工内，才会加年应家己的福气，煞你地外人。当我奉家囝信心领恁两人婚，成做夫妇，上帝所配合人，毋通对愿耶和华所保你，愿耶和华予你的灵光照你，愿耶和华予你的灵看你，守住你平安。阿门。咱先到后来记我的主上帝，你是创造的主宰，守住一切的好意和正人为，我感谢你。对着你的好旨，和这对新郎新娘郭立成小主庭，通伫你的面前来使用成做夫妇，愿你献给夫妻照顾，伫你的名下会通必然成做一体。对咱以后守住因三帮赞、帮果、帮丁三名到死。愿为你守住因建设国外家庭，愿为你守住对顶面来的恩惠，通顺凡做旨意和神的幸福，通益一个人连跟上帝，安尼伫是靠主要所做的名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今天咱们请。两个起来哦，请新郎新娘来跑啊！新郎把新娘盯着。过。
嗯。